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30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国内有5例境外病例，指挥官陈时中讲，新的变种病毒嘛有可能到后个月就伫台湾出现。除了法国的参议院长，法国的国民议会嘛以3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支持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有媒体表讲，这位高嘉瑜和男朋友不离退台，个控制行动，高嘉瑜讲伊会勇敢来面对。新闻先来看咱国内今仔日是无增加新的本土病例甲死亡案例哦，也毋过有5个境外病例。另外，针对青少年哦，要搁开始做第2档的 BNT， 指挥中心的专家小组是建议讲，爱让12礼拜接种，会当减少引起心肌炎的风险哦。来听指挥中心第下晡上届新的说明。并没有新增本土病例，但有新增的5例的境外移入跟0死亡个案。指挥中心有公布，我们的青少年还是建议去打COVID-19 疫苗的第2剂啊。那目前这个适用于青少年的那个冠状病毒疫苗，新冠病毒疫苗就是在台湾是 BNT 的疫苗。那间隔第1剂的时间建议是12个礼拜以上。美国的资料它是多了好几倍啊，第2剂的发生率是第1剂的好几倍。那你延长的话，好像就变成差不多，它还是有相当的风险啦。再来看卫生福利部针对注预防社提出的药害救济哦，上新的审议结果，38案内底是有2案是甲 AZ 有关系。另外，南非的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将到烧话哦，佮加上特别过年啊，指挥官陈时中是讲，新的变种病毒有可能伫后个月就伫台湾出现，嘛无一定。国内要持续拼咧做新冠疫苗，不过民众若是做疫苗了后出现严重不良的反应或者是死亡，拢会当申请预防接种药害救济。根据卫福部预防接种药害救济审议，11月18的审议记录，拢总38个案件内底有2例是甲 AZ 有关系。18号里面大概审了38件哈，其中有2件是相关，那1件是无法确定，那总共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补偿。有65000元，那另外，丧葬补助费有150万。现在新型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几个国家小连续逼出相关确诊的病例。虽然指挥中心佫增加4国，正做是重点高风险的国家，不过因为接落来会有圣诞节、下年、新正等等，辖区的活动会增加，恐惊会加速病毒外传的情形。各界嘛烦恼讲，国内12月份敢有可能会检测到 Omicron。针对这点，指挥官陈时中讲，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入境但是我想等于是希望都能够在边境把它挡住。往前推1个月，我们从南非进来比较多，到190吧那总共从我们的6国里面进来大概是200多，所以在检疫的量能我们是足够的。那我相信这个月从南非那一带来的可能会相对的少这最主要还是因为在阿姆斯特丹的机场也关了嘛。另外，指挥中心讲，上紧会伫明年1月7日开始做第3档。专家建议讲，第3档应该是以 mRNA 疫苗为主。但是中认为讲，佫需要看国内外的报告，因为只要2档做无共牌子，不良的反应就会较侪。不管是国外的报告或国内的报告。基本上就只要是混打，那它的一个不良的反应就稍微多一点。那台湾我们自己做的不良反应也是混打的比较多，但大都是轻微的。所以这是不是有就是说，在这里面如果确定效果是比较好，那当然是要混打但是我们不强制的这样规定。各国对于第3剂该打什么，很明显是以 mRNA 疫苗为主，即使是在施打 AZ 疫苗最多的英国。可是他们在施打2剂 AZ 之后，英国还是建议首选是 BNT， 然后莫德纳半量也可以。但是中表示，即卖的目标是希望18岁以上做过第2档的民众，拢建议爱做第3档，所以数量会先准备起来。因若还未做过第1档甲第2档的人，明年嘛同款拢会当做。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军人伫社群网络铺文讲哦，因主头1档的疫苗是有摕到1张影印的黄卡，也毋过要摕这张影印的黄卡去做第2档，煞互拒绝。卫生局表示哦，因为军方做疫苗是专案办理，当初一开始哦黄卡无够，才会用影印的，摕影印的黄卡去做疫苗，应该袂有问题才对。
影印小黄卡顶悬有医师邓囡仔，也有驻疫苗病院邓囡仔。有网友发文表示，军中敢是善假连小黄卡拢会影印，安尼军人要安怎作战？今仔日要起诉第二支，也袂当做，互相杀来杀去，用找什么人处理？民众听到大部分感觉真奇怪，因为健保卡的字迹，无敢可能袂当做。拿影印本有差吗？觉得没有差，因为健保卡里面都有资料啊，只要医院还插一下健保卡，你的资料都会跳出来，就会告诉你上一剂是什么时候打的。健保卡插下去，里面资料都有。用健保卡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吧，但是有小黄卡会比较好。所以你觉得不太可能不能打，对不对？对对对。部分的人表示，有去卫生所问过啊，同款袂当做，到底是问题出伫倒位咧？卫生所杀予驻第一期的国军病院，国军病院杀讲部队负责，部队搁杀回国军病院。用黄卡影印版来作为第二剂的接种疫苗，我们的卫生所通常不会拒绝，会经由那个全国预防接种的系统查询，然后确认。针对有军人别康家己摕影印的黄卡要做第二剂疫苗被拒绝，卫生局表示初步了解是军方专案做疫苗，一开始确实有小黄卡无够情形，毋过真金补齐，后续要军人摕影印的黄卡到卫生所做第二剂疫苗，做完卫生所也已经补发小黄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法国的国民议会以3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支持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咯。第5月份，法国的参议院嘛有通过讲要支持咱国际参与，所以一半当法国国会两院拢已经决定要小挺咱台湾，意义是真重大。咱国外交部嘛表示感谢。法国的国民议会经过大约2点钟的辩论，落尾是39票赞成、2票反对、3票放弃，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甲和平合作论坛的决议。代表法国政府出席的法国外交部国务员罗姆因表示，台湾参与国际对国际社会有好处，法国的立场真清楚，会继续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另外，法国参议院也捌伫5月头摆通过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决议。伫半冬之内，法国的国会2院拢头摆通过优待决议。咱国的外交部表示感谢。L'idée de cette proposition de résolution est en premier lieu d'associer davantage Taïwan aux travaux de l'OMS,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mais aussi dans d'autres domaines pour lesquels la coopération pleine et entière de tous les acteurs est une condition de la réussite. En matière climatique, par exemple, avec la Convention cadre des Nations Unies sur l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avec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e police criminelle, plus connue sous le nom d'Interpol. Et enfin, dans le domaine aéronautique, avec l'Organisation de l'aviation civile internationale. 法国是不分朝野、不分政党，他们展现出一致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一个高度共识，还有具体的行动，我们都表达由衷的欢迎跟感谢。来台湾参加2021开放国会论坛的波罗的海3国的国会优待小组主席，也个国会议员联合访问团来台湾第3天，前往科技部拜会，佮参访南港成医园区，也个德科，希望促进佮咱国的科技合作，也个双边的关系。我们跟波罗的海3国，不论是就自由、民主、人权，我们都有共享的这个价值啊。那我们也期待能够跟他们有进行更多的一个合作交流的一个意见的深化，能够让我们的合作的成果能够更加的这个丰硕。咱个友邦贝里斯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伍兹，也个国会参众2院副书记长佩渠，嘛伫30顶堡到桃园机场。即摆除了要参加开放国会论坛，也要甲蔡英文总统见面，落尾也会参访立法院。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华大商远东集团人民票4亿7千多万哦。远东集团的董事长池旭东是投诉媒体，指出讲最近这几档台湾讲到中国的反对的现象是有扩大的趋势。伊嘛表态讲哦，伊反对台独。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讲，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想要用经济来影响政治，伫世界上会互配喙烂。
行政长苏贞昌今日早起出席伫香格里拉台北远东国际大饭店举办的开幕活动。这个地点伫前一天暗时举行耶诞点灯仪式，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亲身出席，这嘛是伊互中国动发了后头一个公开行程。伊伫台顶咧讲话，看开心情袂歹，但活动结束了后，煞真低调，无愿意受访问。领导投资联合报主亲朱清江叶林表达对台湾的烦恼，因为最近几年台湾逢中必反的现象，敢若有扩大的迹象。而且以表态反对台独，对此苏贞昌嘛有所回应。中国对于自己他的最富有的商人，说不见就不见，说处罚就处罚，说消失就消失。中国共产党这种一党专政、蛮横动作，对我们国人施压，又企图以商为政，都是被世界唾弃的。随着年底四大公投愈来愈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以质疑行政院违反行政中立宣传公投，拒绝审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同时要求苏贞昌回释的。苏贞昌是反过来批评国民党是闹矛盾，提出公投案，搁以行政院做反方，批评行政院的进度说明，若是军公告无法度加薪，国民党爱负责。审查预算是立法委员的工作职责。领薪水不审查预算，却让这些等着要这些预算去照顾，包括军公教加薪等等，不能进行。国民党要负责，用国家的公帑来做政党之私的所谓公投的宣讲，或者是来为莱克多巴胺来宣传。我觉得这样的政府实在是无耻至极。如果连在野党或连立法院都没有办法监督的话，那还要立法院干什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小挺家己党内的立委，甲问题指向是行政院面对四大公投，哪里继续扯拼？记者综合报道。军备局第202枪兵器馆，民国98年成立，今仔是头一届对外开放领影。香山飞弹、天宫飞弹的发射架，拢是第202兵工厂出产的，咱嘛做回来看卖。陆伍 K2 步枪是真侪陆级年级生因做兵时阵的回忆，即摆阁有真侪部队咧使用，嘛甲摆伫军备局第202兵工厂内底来做展示。第202兵工厂的这个展示，伫民国98年1月落成，30天头一遍开放予媒体来翕，来展示各种的手枪、长枪，还阁有机关枪。为着要应付强军的威胁，各造飞弹的发射架都是202厂做的。经国号来到达这款上新的万剑弹，这款的合作主武弹，伊会当互敌军的这个机场炮道规个袂用去，和兵器馆展示的 CPU 自速炸弹的原理相像。这嘛是咱国退出联合国了后，和美国上尾一遍来合作生产的物件。当母弹射击到目标区域的时候会分离，然后里面的子弹会射出。那射出之后，它到目标物的时候，它会产生爆炸，然后引发之后。里面的这个装药黄色部分会点燃，然后会引燃前面的这个金属的药型罩。另外配合陆军分靶战车的部署的要求，军备局研制40公里榴弹枪的遥控枪塔，这款的有视伏、观测，也阁有射控系统的功能。简单一个人来操作就会用哩，射手伫个来家己完成目标，也阁会当来追踪甲射击，充分来发挥着分靶战车的战备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媒体曝光立委高嘉瑜和男朋友起卡动手哦，佮控制行动。高嘉瑜是用文字来回应，表示讲伊会勇敢来面对，嘛无希望佮有后一个受害者。伊嘛会找时间统一来对外说明。行政院长苏贞昌嘛批评讲，拍查某人是低教不如。伫内湖的服务处大门关安安，平面周刊报道，立法委员高嘉瑜11月中甲查某朋友林炳初到新北市邦桥一间饭店了后，疑似遭到暴力对待，甚至被控制行动2天。高嘉瑜书面声明相关资料也伫会证当中，了后佫统一对外说明。行政长苏贞昌受访时被问到这代志，也严厉谴责的任何暴力行为。我们谴责任何暴力，男人打女人更是猪狗不如。卫福部今年大规模调查国内妇女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相关数据，
调查显示，各种的暴力形态当中，以精神暴力成形率16.76%上悬，第二是肢体暴力7.97%，经济暴力7.20%，性暴力4.85%，跟踪加骚扰4.80%。平面媒体报道，林明处手头有亲密影片，威胁国家族唔敢讲出来。这也显示所非工具所产生的骚扰甲暴力愈来愈多，不过法令依然是对袂到。如果这个性私密影像呢，它有被窃录下来的话，这个是加重强制性交罪的这个要件之一哈。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专法哈，就是让这个被害人呢，他的影片还没有散播出去之前，是可以及时的来把它打住。专家呼吁受害人若是公众人物，议论风波可能造成伊的二度伤害，呼吁整体社会爱重视。这事件并不是情侣之间沟通不良问题，这就是一种刑事犯罪，爱寻求113等专业管道，让受害者安全离开受迫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纽承德伫2018年因为性侵害的案件，互法院判4档的有期徒，本地11月初2就爱关入去监狱，也毋过因为妈妈破病哦，申请暂缓执行。今仔早起，伊嘛已经去花莲地检署报到了。穿白写字、挂乌金目镜，报道的时间9:99才出现的刘承德，落车了后，家己一个人行入去花莲地检署。外界好奇讲，伊是安怎甲户口刷去花莲？敢是想要选会当关伫咧倒一间监狱咧？还有因老母生活照顾的问题，敢已经安排好势？这问题伊是拢无回应。谢谢大家。妈妈这边已经安顿好了吗？谢谢大家的关心，祝福大家。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社会大众说？还是觉得这个判决这样是正确的吗？小心一点。纽承德伫2018年防指控性侵剧组的女助理，去互台北地方法院以涉嫌犯强制性交罪判4年有期徒刑。不过纽承德是否认犯罪，而且提起上诉。高等法院认定伊对伊所犯的罪一点仔忏悔意思都无，所以依持原本的判决。专案伫3审定刑了后，本正伫11月初2就要发假执行。纽承德阁以因老母破病需要照护为理由，申请到11月30才来执行。今仔日纽承德去报道，地检署确认身份了后，随家再去花莲监狱来执行服刑。记者综合报道。谢谢。促进警察权益的一寡团体今仔开记者会，因质疑警察大学正提出的3点警察特考增进方案，根本就是为着警察大学学生啊设计，牺牲基层警察的权利。伊嘛呼吁讲，警官的考试爱公平哦。负责规划警察大学是表示，目前嘛只是内部讨论的阶段尔。警察反对歧视基层警察。警权团体等等的单位30条开记者会，诉求警官的考试都要公平，反对警察3等特考，歧视基层警察。会安尼讲，是因为中央警察大学顶一日提出精进方案，要甲原本设计予警大生甲基层警察的考试，独独排除基层的警察，这个是对警大学生特别的优待。第一个点就是国家考试当然是要公平，如果在改成新制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考完就是考上，然后他们要一边当警察一边试图取得大学学位才能去考3等考试，这样其实会造成非常大的身心障碍。最近这几年3等警察特考。录取的人内底，为2012年到2018年，警大生拢是占7成左右。这2年少年数超过9成。咱人基层的警察是为原本真稳定的3成，那个剩无1成。民间司改会就质疑目前考试的公平性甲公正性。即马3等警察特考的改革，以警大生为主思考的角度，会牺牲基层警察的升官甲考试的机会。考试的公正，维护的是这个所有这个警察操守的这个严格。这个是对于这个我们警察的风气有最直接最关键的这个把关的效果。民间司改会呼吁相关单位检查目前特考的规则敢是有问题，而且确保所有警察的权利，唔通互错误的改革老草来施行。对警权团体等等的诉求，警大是回应讲，目前还无具体的建议，拢还阁伫内部讨论的阶段。记者综合报道。霹雳舞世界锦标赛12月初4要伫法国巴黎比赛，台湾有4位选手参加哦。明仔载特别出国的选手佮教练今仔早起开记者会，因讲到虽然体育署是有编预算，也毋过爱等下因回国了后，这会当用数据来报销哦。对学生甲少年选手来讲，负担是真吃力。国内这份赛选出霹雳舞的歌手，当伫咧展现因的舞艺。
因要伫12月初4的巴黎世锦赛替台湾来争取公赢。不过，这两个人是学生，下课了后敢若做3工尔，这个出国比赛进前，都要先立防疫旅馆等等的费用，互因感觉压力是真大。大概2-3个月的培训时间，然后没有办法正常上班，防疫旅馆之类，因为他可能一次付清就要大概4-5万的费用，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会比较吃力一点。霹雳舞委员会指出，体育署的补助拢有够，方向嘛正确，不过选手都要先纳这个费用，等回国了后摕收据来核销，这个方式对选手来讲哪像无啥方便。我们不希望他们出国的时候还要担心他们要带电这件事情，那他们在竞赛上面的运动表现就会显得心理素质受到影响。体育署解释，霹雳舞委员会是伫运动舞蹈协会下底，申请补助款拢有通过。不过因为成立的时间较短，会当运用的资金较少，所以才会请选手先纳这个费用。另外，委员会可能嘛无方便直接找体育署来反映，才会造成误会。因为霹雳舞是杭州亚运、甲巴黎奥运的项目，因会提出较周期的因应。是不是我们会在尽量在一个行政上的协助上，看怎么样让他们的经费比较能够及早有宽裕的一个情形。事实上，这个补助款最近已经报给协会啊。不过，这4个选手还有总教练甲领队拢总6个人，明仔载就要出发啦。这补助款根本就袂赴通运用。立委何志伟讲，目前已经有募到20万，或者选手会当安心比赛。记者综合报道。五倍券发过外月咯，也毋过对夜市的帮助是无介大。最近高雄市政府佮台东县政府拢有推出5倍券换夜市券的活动哦，对鼓励民众到夜市消费，确实有真大的帮助。高雄市政府伫双十连假的时阵推出200块的5倍券，会当换400块的夜市券，是真受到民众的欢迎。即马佫加发10万份，伫高雄市的49个上款的夜市会当来换，每一个场次提供2000份。30早起10点开始换，真侪民众8点就来排队。全部都在排队耶！看到现场的人，也还好，因为之前有排过一次。生意有变比较好吗？有一点点呐。因为政府发现5倍券袂当召钱，有的当交易金额无悬，伫疫情期间生意就无好，5倍券佫无法度甲因斗3工，引起各县市夜市的反爱不满。即马高雄市推出第2批5倍券换夜市券，要来带动夜市的经济。也若台东县政府甲观光夜市促进会嘛伫咧办理，推出200块的进行券换250块夜市券的措施，会当伫夜市换一张面额50块发10万份。划算吗？蛮划算的。杯饮料搞不好才45块还是50块，你拿200块来，我真的是会制造摊商的困扰。高雄市甲台东县2个所在发行的夜市券，民众甲反而拢感觉真好用，为即嘛开始到年底，拢会当伫咧当地夜市消费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11月份开始有开放移工入境，也毋过劳动部最近是表示，对12月份开始移工入境，头家着爱先帮这移工保武汉肺炎的医疗保险哦，保费大约是1200块。入境30天内底，若是胃着病进行隔离治疗，病院是会当领到保险上侪50万的医疗费用。新冠肺炎伫全球滚加真久，边境管制严格，也造成国内外籍移工严重欠人。劳动部伫11月中开放移工专案引进，最近佫宣布为12月开始，移工入境进前，雇主爱成为投保新冠肺炎医疗保险，必须要由雇主为移工来投保医疗保险，来作为入境确诊后的医疗费用的给付。雇主必须要把保单先上传之后，移工才能够来入境。金管会目前核准包含富邦产险、兆丰产险等6间医疗保险单位，保费差不多伫1000字以内。那移工入境了后30天之内确诊，进行隔离治疗，应理赔上悬50万块医疗加医药费和医疗机构。国外的 PCR 的钱以及隔离的费用也是必须相对由雇主来支应。那相对来说，这次专案入境的雇主负担非常大，好，大概4万不等。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他在50万都支付完了之后的医疗费用是由谁付呢？
中介业者指出，雇主伫进行移工进前，爱先付集中检疫、国外 PCR 体检者的费用，即马爱搁加钱，可能有点话讲。不过因为欠监问题严重，大部分的雇主也是接受。另外，外界认为外籍配偶甲经外省来台确诊的医疗支出拢是政府来付，不过移工虽然毋是，劳动部澄清，开放移工引进是为解决产业甲照顾人力的需求，由雇主买医疗保险是受益者付钱，也是看部会国旗，并不是歧视。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最近是真歹找看护，劳动部伫11月初才重新开放印尼移工会当入境哦。也毋过立委赖香玲是指出讲，指挥中心早伫10月都有同意经济部专案引进400个泰国移工，替台电的大潭电厂来赶工哦。立委批评讲，经济部安尼做是行后门。特别海草大公道，台电继续推动去大潭电厂第3天然气接收站。不过，立委赖香玲质疑经济部台电，经过劳动部 SOP 早伫10月就得到疫情指挥中心核准，专案引进400个泰籍移工，陆续来台替3节关工。王美花部长，当你在电视上侃侃而谈这个大潭藻礁的这个问题里面，你们没有盖在藻礁上，你同时在另一手是引进用这个偷走的方式，用走后门的方式引入了不能够引进的泰国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这个专案移工。这批移工进来之后，你何时启动我们劳动部要求的关怀访视、雇主讲习？你有做吗？经济部，你为什么有这个特权？而指挥中心，你为什么又放行？国内看护欠37000人，劳动部11月11才开放印尼籍移工以积分制专案入境。赖香玲批评大潭电厂引进泰籍移工的举动是逃走，不过台电回应一切都有符合防疫规范。大潭发电厂新建机组为北部的重要电源，所以我们为了要克服疫情跟缺工的影响，就报请政府核定引进外籍劳工。那么引进外籍劳工的作业都依循卫福部、劳动部还有外交部的相关规定程序办理。劳动部也呼应台电的讲法，强调国家能源政策有公益性甲必要性，所以向指挥中心申请移工专案引进。入境的时阵，劳动部要派人接机，并是唔知影。不过赖香玲认为，这举动违反 SOP 是事实，呼吁监察院主动提出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委员会今日发表外国移工人权专案报告，因呼吁国来讲有真侪需要解决的移工人权的问题。人权会冇提出具体改善建议，咱嘛做伙来了解。伫个下前景的船舱内底，做工课阁超时，食的甲啉的拢无够，领到的薪水头家嘛拢无照聘照行。外籍渔工的处境，互美国劳动部甲台湾远洋渔船掠到的鱼仔，列入去囡仔工甲强迫劳动制品的清单内底，影响台湾人权的形象。早起国家人权委员会发表外籍渔工人权专案报告，内底讲到境外渔工甲境内渔工薪水甲保障拢有真大的问题。这个渔工没有办法适用劳动基准法之前呢，还是应该要比照劳基法的这些条件，不能让这个渔工的劳动条件完全交由市场来决定哈。现场放送专案报告的影片，委员王碧玉针对宽渔船甲渔工中人做调查，发现有袂少严重的问题，包括合法的渔工从申报时失去联络，而且已经真弱势的渔工，相边的中人拢要甲伊抽手续费，会使讲是一只牛剥上顶皮。例如，因实际上领到的薪水甲原底品的是减真济，层层转手，产生高额的手续费，还有跨国汇兑的损失，这些可能都要转嫁给月薪才450块美金的渔工来承担。针对汇款手续费的问题，印尼官方代表嘛替这个外籍渔工讲话，讲手续费应该要由雇主来负责掉。Saya berharap biaya ini dapat ditanggung oleh pihak majikan karena biar bagaimanapun nelayan atau ABK adalah pihak yang lemah dan harus kita lindungi。这个专案是以监察院6件外籍渔工的调查报告为基础，再搁进一步来探讨外籍渔工人权的问题，针对制度无够集中的问题，提出加强制度的补强，提升国际合作，完备劳检法制，薪水会当直接回等等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澳洲的国防部长丁力啊，伫一场演讲内底警告讲，每一个澳洲的都市哦，拢伫中国飞弹会当到的所在。伊强调讲，若是北京拍台湾，中国的势力就会进一步扩大，影响到印太地区。澳洲是袂使急点点。澳洲的总理莫里森嘛回应因国防部长的讲法咯，强调讲袂使向中国屈服。面对中国的威胁，澳洲国防部长杜登29日首都坎培拉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阵讲，中国若是将台湾摕来，手就会伸到印太地区，到时开向来每一个国家拢会变做中国的附庸国。If Taiwan is taken, surely the Senkakus are next. Please don't rely on your imagin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uld not be any clearer, not always with their words, but certainly with their actions. 杜登8日12讲，若是中国武力犯台，美国也出手协防台湾，伊无法度想讲澳洲会袂加入美国这边，伊也警告讲，中国的武力已经会当威胁澳洲。Over the next decade, China's nuclear warhead stockpile, estimated to be in the 200s last year, is projected to reach between 700 and 1,000 warheads. Every major city in Australia, including Hobart, is within range of China's missiles. 澳洲媒体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道，澳洲总理莫里森伫北听杜登对抗中国的言论。澳洲是自由国家，虽然希望会当尽力维持现主席的状况，但估伫中国面前也袂当伤软正。但外交部表示感谢，讲澳洲是台湾重要的朋友甲伙伴。这也代表台湾海峡的和平跟稳定，是维护自由跟开放的印太地区所不可或缺的一环。我国政府我们会在既有的深厚基础之上，持续跟澳洲还有理念相近的国家紧密合作，来携手捍卫民主的价值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外交部表示，今年几场部长级的咨商，拢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会当看出维持台海和平甲稳定已经是澳洲、美国、日本、法国等主要民主国家的共识。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主席安德森11月24日伫国会支持正做头一个查某总理，也毋过无到24点钟哦。随着因为预算案甲立党宣布要退出联合政府，安德森嘛随时接，也毋过昨瑞典国会重新表决，安德森受到选调总理了。Eftersom mindre än hälften av riksdagens ledamöter har röstat nej, har kammaren godkänt förslaget att utse Magdalena Andersson till statsminister. 伫咧反对票无到175票的情况下，社民党的党魁安德森再度来就任总理。Nej, det är klart att det är en stor sak att vara föremål för en statsministeromröstning, så att det är klart att det kändes väldigt stort i onsdag. 11月24迄天，红讲做是瑞典的超级拜三，当讲安德森以1票来赢到这个大位。不过了后，因为不满极右派在野党有顺红过关，加上绿党宣布退出联合国政府，上任无到半工，就主动来辞职，嘛来正做上短期的总理。不过伫苏当时，伊嘛表明讲会再来参选的立场。We have been governing Sweden for quite a few years in this situation, and if we can cooperate together, I'm sure that there will be good proposals coming through this parliament. 安德森有一款无认输的个性，伫咧细汉的时阵，伊真爱游水，伊捌一礼拜来训练10摆。伊一款真面精的个性，互伊来摕到全国的冠军。自从哈佛大学毕业了后，伊来踏入政坛，伫咧政府高层来担任顾问，嘛伫咧短暂的时间来出任瑞典的税务局的副局长。伊安尼遮尔坚定、调直的作风，嘛引起真侪批评。I think it's just about the right time, and I wish her all luck in the world. She has a very difficult future. 瑞典头任女总理安德森宣布，要组织单一的政党的少数的政府会搁再来。不过社民党的国会伫咧349席内底，就有占100席。未来施政要是爱靠别党来支持，面对国内极右派的这个势力搁再来拗起，瑞典的媒体分析讲，更较硬斗的考验还搁伫咧后头。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婚姻未了落去员工的宿舍长的时间，也毋过礼拜传出有4个工人因家敢若用锁仔要拔掉的，所以因家对8层楼悬落落去涂骹哦，也毋过加载是无人着伤。落去嘛已经要求厂商爱心停工，县政府今仔嘛派人去调查。为画面中看到有4名工人徛在大楼外墙，
目前正咧进行关楼因架作业，但若无考安全课，搁图方便，敢用小啊拔掉因架以人力来救，最后规捆的因架直接落去1楼，好在才无造成人员伤亡。规定的话是员工、厂商都会处罚1万块，那他们要禁止30天。就是这些违反安全吊挂的这些包商的员工的话，他们是要禁止入场作业30天。乐清管理部表示，目前厂区内正咧起新宿舍，外墙铁路完工后正咧拆因架，但拆除过程中，时间计划拢有面定安全标准。目前已经要求厂商停止施工。30号中区职安中心和文管副老清楚，也派员检查辅导。相关的一个工人的行为有疑似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一个疑虑，那这部分我们将移请中区职安卫中心进行劳动检查。那这样的行为的话，最高可能裁罚30万元。文管副老清楚表示，以劳动检查法规定，目前乐清工业区由中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以宽制执行检查作业。2、9号接到相关消息后，马上通报。目前等待事件调查，违规的行为是否属实来裁罚。乐清管理部嘛依法追究厂商的责任。记者王为您报道。最近捷运3英线顶公共工程发生几件造成死伤的公安意外，时代力量今仔甲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做伙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应该针对因作业的移工处境来做通盘的检讨甲改善。强化公安要改善。做伙咧发口号，提醒政府都要注意公共工程的死伤一直有的问题。最近小林线发生几落件案件，伫个捷运3英线嘛发生公共工程的死伤案。时代力量入院党团嘛讲，因作业的重大职灾死亡案，差不多是占全国重大职灾死亡数的一半。特别是伫个今年政府定营建职案的元年。政府煞无来加强监督。在营建署所颁的优良营建业的名单，就有高达80%，是违反劳动法律。所以这些屡违法、罔顾公共安全的单位，我们看到承揽的政府工程他们却享有押标金的这个优惠。党团嘛批评讲，长期以来，台湾工程的工序常常来造成对第三者的伤害，不如过工程会的厂商承揽公共工程履历，干那这个统计，厂商咧冒工程的时阵发生重大职灾的件数的资料，就算讲造成亲像太鲁过户这样严重的死伤，假使讲若是无劳工死伤，安尼嘛袂甲纳入去计算。例如说，在泰鲁格案中的名义上的承揽人是东兴营造，这个大家都很清楚。那在近5年承揽施工发生重大职灾件数中，它是1件都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定义的职业灾害，是指的是劳工。这30年来，我们看不到劳动部、看不到台湾政府对于营造业移工的权益保障做出任何努力。2005年的时候，大家肯定还记得，高雄捷运的泰国劳工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才让我们看见他们恶劣的处境。长期咧关心移工权益的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嘛强调讲，台湾的营建业的安全管理应该都要对移工权益的保障的角度来甲切入，嘛呼吁政府对营造业的这款移工处境，爱规个来甲做检讨，安尼嘛通避免劳资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盐埔渔港8月初，因为落大水后，港口拢是水流查甲粪扫，渔业署是委托厂商来整理环境哦，所有菜啊，甲一寡真珍贵的山马拢偷走。保持总队嘛已经抓到2组的嫌犯，以上发办咯。保持人员包围现场，铁厝门口放一只超过1300公斤的上鹅，价值差不多50万。这拢是涉鹅的嫌犯，车人用吊卡车对屏东盐埔渔港载过来。与同伙利用污秽车牌之吊卡车，并以更换车辆载运之方式，企图混淆警方视听，掩饰犯行。8月初大水后，造成红港、盐埔等等的渔港摊满大水查甲粪扫。渔业处高处这的贵重查，还未赴通登记，嫌犯就来偷摕。那这阵另外还阁有1组嫌犯。
报七总对伫洗带嫌犯的徛家等等的所在，找到切过的上午含其他贵重茶，市价大约40万。洗带嫌犯等人嘛是趁人无注意，将茶头切开了后再走，两案拢是依照违反森林法甲窃盗罪以上。林管处提醒，捡大水茶就要伫公告的时间和区域来用手来捡。墨径未满20公分以内的，然后材长未满2公尺，且重量小于50公斤的漂流木，才可以来捡拾。捡拾漂流木之后，就要到检查站来登记取得。林管处表示，黑白捡大水茶会当判1年到7年的有期徒刑，并扣100万以上2000万以下的罚金。若是贵重茶，佫会加重刑罚1/2。提醒民众着莫黑白捡大水茶，以免犯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咯，今仔日欢迎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31条，未来只要4岁以上的乘客坐车，就拢一定要绑安全带哦。违法上侪是会当罚6000块。坐大客车，即马干那规定有即个含驾驶并列的头前座的座位、前后门，还佫有安全门的第一排的座位，含上尾排的座位，需要来强制下安全带。立法院伫33读通过《道路交通处理条例》第31条，规定4岁以上的乘客拢需要下安全带，若是无照规定的，上悬会当罚到6000块。希望通过这次修正的版本31条的部分。规定加重驾驶及乘客未系安全带之处罚，可以增加乘车安全之保障。驾驶若是有已经义务告知，乘客若是无下安全带，安尼就要来罚乘客。大客车的驾驶若是无下安全带，安尼会当来甲加重处罚，罚金为即卖1500块，会当来甲提悬到2000块。尽管基金会嘛对这件代志真乐观，嘛认为讲，这个4岁以下的幼囡仔需要立法来保护。年幼的孩子搭副大客车的时候，他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幼儿园校外教学的时候，他必须使用到我们的大客车。可是大客车，我们也不可能说啊，那我的小班、中班就是都不出门了。那这个状况底下，会不会是我们0到4岁的孩子根本就是在使用的时候风险更高？我觉得这是一并要思考。针对大货车、大客车，因伫过弯视角的时阵，会来产生车内链线的情形，嘛会来常常拄到视角的死线，来造成死亡车祸。删除了后，车辆就必须按照规定来加设这个风车记录器、行车的视野辅助系统、新加入风加入器的装置，3项拢爱来到，若无上悬会当罚到24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市道182线台南龙徛段，这段山区的道路，常常拢有重型机车往来，嘛常常发生车祸。台南规定警方佮加强处理，嘛呼吁民众哦，就爱来遵守速度的限制。重型的奥多摆倒伫咧大路中，骑车的人佮飞出去，摔落去桥骹，警消嘛赶紧到场救人。这个月20市道182线台南龙徛路段发生重型奥多摆累残的事故，不过这发生车祸已经毋是头一届。是的啊，这弯过啊，拢是迄个，拢是这上嘛咧残，活死几个啊，嘛毋惊死嘛，过得来是。这人一寡老咧开车较无安全啦。尤其是25公里至28公里之间，因为进入山区，道路弯弯弯弯，常常有人烧酒来遮批车。根据规定分局统计，今年干那这个地点就发生29件家己弄掉的意外，平均1个月2.6件。警方除了加强稽查处理意外，台南市府佮加设青红灯，希望透过管控速度来减少意外发生。6日都有针对市道182的台南龙崎路段，我们有联合环保以及监理单位来做这个联合稽查。我们自110年至今呢，我们总共取缔超速2467件。那其他的改装车辆呢，总共84件。警方除了联合稽查、加强处理以外，相关单位嘛伫遮设置区间测速、固定式的测速摄像机、甲噪音摄像等等，呼吁民众要遵守规范，保障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乃至草册牛仔，彰化县甲学界合作，头一届试飞无人机来转天然的药剂哦，嘛拍算明年开始要大规模来转药剂，买来评估效果。
无人机对半空中钻药啊，要钻伫奶枝树甲莲根树顶头，防止奶枝草刺牛啊。因过拢是用人工钻农药放平北小芳甲满糖两片。毋过真侪农友讲受到关度甲范围限制，防治效果是真歹。过去是拢用这个动力的喷雾机呢，伫遐咧喷洒。但是呢，你除了果园有栽种的，你喷以外呢，咱这个荒废的一寡农园呢，你若讲无喷洒。嘛是共款，会阁飞过来。彰化县政府表示，县内种奶子面积大约1000公顷，年景要671公顷。农委会进前推出满2片甲掠糖好换钱，这效果袂歹。不过对明年开始无要收啊。县政府就甲中兴大学、中师大等等的单位合作，头家改用无人机伫爬远的果子园，甲类青草刺牛啊接触近的所在，喷天的药剂防治，帮助我们真正耕作的农民周边。这些没有人管的，去帮他把族群压下来。那这一些资材呢，基本上对荔枝春象也有效果，但是呢，还要经过适当的评估。张议员强调，奶枝草刺牛啊过冬了后会走向树尾，乃用无人机对顶头喷落来，可以绑到荔枝草刺牛啊，增加防治的效果。目前会升至50公顷的农地试喷，等候到明年大规模喷药了后，才会当来评估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东港哦，有一间机车行的头家叫做林家宏，伊碰时也是真爱做模型。最近是有做一只甲东龙宫100年王船同款比例所写的王船哦，伊的做工是真有路，咱做回来欣赏。屏东东港的迎王祭典，当年吸引侪侪游客到地参与。最近东港和南州的迎王祭典接煞结束。除了大概伫祭典2年前开始建造的王船，今年大平湾游客中心也特别展出同款比例所打造的细只王船。每一颗大只王船的造价都上千万嘛，然后想说1个礼拜或8天过后，那个王船就化掉了，随着那大千岁就送走了嘛。我就甲王爷讲，你有得住这架小王船，然后就到时候大湾船都走了之后，还有小王船。可以评估人家那个展览。这只细只王船是一位东港在地机车行业者林家宏亲手制作。林家宏的老爸捌做过人参正考的大总理，后来因为着感过身。林家宏希望会当传承迎王的文化，透过制作细只王船，也寄托对老爸的思念。因为我是一个乌手囡仔嘛，对这个物件一窍不通，然后就上网爬文，不然就是说去那东龙宫2楼那个参考那个后面，它有一艘那个100年的那小王船，去那个以那个比例去把它呈现出来。那过程中嘛有一寡困难，不过尾啊，阮拢会可以甲迄个王爷讲，甲规家拜拜，就讲互我灵感，互我顺利完成安尼。那接下来最后就是在12月3号，紧接着就是小琉球的银王。所以，我们管理处配合今年的一个屏东的银王，我们特地在我们游客中心展示的一个那个银王那个王船的一个缩小的一个模型，那可以吸引更多游客来我们屏东这边来一个旅游啦吼。刷落来小琉球的迎王伫12月初3起过，这只细只王船也继续展出到活动结束。大平湾管理处希望透过这个有传承和思念意义的作品，推广在地传统文化。也吸引更较侪民众到地行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鹿谷的冻顶乌龙茶，伫世界是真有名声哦。当地国小嘛特别安排泡茶甲做茶果的课程，让囡仔自细汉会当来了解故乡的文化。一群囡仔当咧泡茶，看起来真有班。另外一边，阁有学生咧学做茶果。有人甲茶果设计做菱的形，有人咧扭挂的寸笑，用石头甲叶糊平平，看起来算甲真欢喜。做的是有一只龙，很开心，因为可以做自己的作品，然后会感觉自己很骄傲。我学茶艺已经学2年了。为什么要学茶艺？因为我觉得可以多一项才艺，可以表现给大家看。很多调皮创意的做法，其实最调皮捣蛋的那几个的作品，其实就是真正的创意，没有受到污染的创意。南投鹿谷是台湾出名的冻顶乌龙茶产地。鹿谷乡凤凰国小为着传承地方特色的茶甲花仔的文化，专工带囡仔去茶庄家己做茶果。
而且还有专门教泡茶课程，让囡仔体验标准的泡茶流程。我们结合了陶艺来做一些的进行的活动。那我们希望茶艺不单只是茶艺，茶艺它更是生活中美学的一个铺陈的展现。然后我也希望说，把这个传统的好滋味，然后如何把它泡茶的一些次序继续传下去给小孩。凤凰国小的校长表示，这款特色的课程，唔但让在地囡仔有一项特殊的体验，更较希望因会当爱惜故乡的传统文化。嘛，利用泡茶这款紧无落来的载艺，培养安全静心，提升生活中的艺术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以色列哦，最近有几万只布袋鹅飞来过冬，因为因拢会去鱼温食鱼啊，互当地渔民是真头疼。保育团体最近就专工来帮这阵度假设休息站，帮因穿遮，希望会使减少破坏。水边仔内面有真侪鹈鹕，看到卡车远远驶过来，就规面都挖过来，因为食饭时间到啊。卡车甲真侪鱼倒来，大只鹈鹕拢来抢位食。饲这款鹈鹕的是以色列自然甲公园管理局，因讲秋天是鹈鹕自后亚要飞转去非洲的季节，其中45000只鹈鹕经过以色列时阵，会伫当地小休停找物件食。不过过去鹈鹕定定走去养殖鱼粉掠鱼食，互渔民真头疼。为了要减少人甲鸟的冲突，因就设一个鹈鹕的休困站，一个传食的互因。ואנחנו בתור רשות הטבע והגנים רוצים לצמצם את הנזקים כמה שיותר, ולכן אנחנו קונים את הדגים האלה מהמדגים, מאכלסים במאגרים שבהם הסכנאים יוכלו להגיע, לנוח, לאכול בשקט בלי הפרעות, ולהמשיך את המסע הארוך. 今年保育单位放了差不多2吨半的消费出去的鱼，互这款鹈鹕食饱了才阁出发。这款鹈鹕飞这么远，风险也真大。以色列自然保护协会就讲，几多千公里的旅途，要甲5亿只的盗鸟会死一半。除了互其他的动物掠去食，人类的活动，譬如讲彻底破坏，也讲去卡到电线、电视，也是死亡的原因。公司新闻是万良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